东突厥散流亡政府和支持者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举行了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散的占领、种族灭绝和殖民主义的和平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活动于8月28日不同的当地时间2点开始，目的是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在东突厥散的暴行是种族灭绝，并承认东突厥散为中国占领国，并强烈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实际行动，解放东突厥散的领土完整，解放东突厥散人民。萨利赫·胡达亚尔先生在示威游行讲话中说，此次示威游行意义非常重要。在向国际社会通报东突厥散一向是个独立国家的同时，希望国际社会承认中国政府自入侵70年来所犯下的种族灭绝行径，并向世界公众表明习近平领导下的邪恶政权是反人类政权，特别揭露刽子手成全国在东突厥散任职4年期间所犯下的人道主义暴行。东突厥散流亡政府主席古拉姆·乌斯曼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Çelik adamlarının organları satılmakta. İsrail avladı okşaş erler öldürülüp, ayrılmaya kullanmakta. Balama ayrılırdım ayrılıp edilir. Xitay jandarlarının programlılık yüzündeki Xitaylaştırış自7月15日爆发新一轮武汉病毒疫情以来，东突厥散各个城市已被中共政府封锁1个多月，累计报告了超过800多名确诊病例，其中绝大多数位于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在7月17日宣布封城，封锁随后陆续扩展到其他城市。尽管目前没有新增病例，当地政府并未放松隔离管控。在过去1周，有大量东突厥散网友在微博的超级话题乌鲁木齐下发帖称，强制给未传染病的居民服药，禁止居民下楼等严厉的检疫措施，让很多居民感到不满。当地社区向广大居民发放了不明药物，并以拍照上传确认、社区人员上门强迫、监督等方式要求每天服用3次，称以预防病毒。居民呼吁政府放宽限制措施。至少6名市民向 BBC 证实，他们被社区发放了药物，主要为莲花清瘟胶囊、阿比多尔以及熬制的中草药。一名乌鲁木齐市民接到社区电话，说他是经过大数据筛查判定的密切接触人员，但他们也没说原因。从封城第4天，家里就开始被贴上封条，第7天开始要求喝药，要求喝药时一定要拍照上传到相关受控群里。这名市民所指的大数据筛查，指的是当地政府和疾控部门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寻找密切接触者。据此前一份发布在中国疾控中心的新闻稿，疾控官员表示，这种筛查涉及公安、测绘等多个部门，主要采用大数据对比和人脸识别技术来寻找和判定。乌鲁木齐疫情防控指挥部在8月24日对官方媒体表示，将逐步放宽部分地区的防控措施，允许居民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个人活动，但并未对强制服药等相关质疑作出回应。美国新闻网站日前发表的报道披露，他们通过对比卫星云图和实际调查发现，在东突厥散过去3年新建了280所关押场所。这条消息把中国在东突厥散地区无辜关押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最近，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另外，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也用了这个词汇来形容中国的所谓新疆政策。美国媒体的这篇报道似乎给这种定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报道指出，这280个新的场所中有92处是通过实地调查访问或其他多种信息来源确认为拘留所，其中较大的一个拘留所位于乌鲁木齐达坂城。经过2019年底扩建后，这个拘留所已经能同时关押超过4万人。其余127处是对比百度地图上被忽略的地区和外界的微信云图得出的结论。
报道没有明确指出这127处关押场所哪些是拘留所，哪些是正式监狱，但强调说这些新的关押场所都建得很坚固，安保措施和正式监狱很类似。8月26日，流亡美国的知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共和党4年一度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戴着标志性的墨镜，手摸盲文，用英语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他正在恐吓自己的人民，也在威胁全世界的幸福。”他指出，在中国发表不受中共允许的关于民主、人权和宗教等问题的看法，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邪恶政权。在国内，他绑架政府和人民，用高科技的国家恐怖主义让人们恐惧，不敢说话。在海外，他无时无刻不在渗透、收买，力图破坏世界的自由秩序、民主价值和传统文化。他还呼吁美国利用自身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共同制止中国的侵略性行为。如果不用自由去改变中共这个邪恶政权，中共就会用专制影响他人的生活。他强调，中国病毒疫情蔓延全球，改变全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例证。如果美国的妥协政策再回来，不仅中国的民主，全世界将万劫不复。这段讲话虽然只有2分48秒，却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有来自中国的意见人士在政党全国党代表会上发表演讲，揭示共产党的本性，再次敲响提防妥协政策的警钟。My family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 are now free.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2周内住院2次，健康状况受到大众关注。日媒报道指出，安倍晋三在日本时间28日下午5点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有关辞职决定。现年65岁的安倍晋三由于离心溃疡性大肠炎，病情恶化，为避免影响国家的政务推展，决定辞职。同时表示，首相一职将不设临时代理，他将继续工作，直到选出下任首相。安倍还说，对未能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感到痛悔之极，还有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以及修改宪法，这项为仇就放弃职务如断肠之痛。安倍晋三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与民族主义者。他执政期间，通过激进的安倍经济学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他加强了日本的防卫能力，扩大军费开支，但未能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禁止因非自卫原因组织军队的规定。瑞士媒体近来披露，瑞士政府正在与中国洽谈延长一项秘密协议，允许中国国安人员到瑞士调查并遣返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这不但引起瑞士政坛的不同意见，人权团体也呼吁瑞士政府不要助纣为虐，应停止这项秘密协议。永久中立国瑞士不但拥有最能保密的银行体系，是全球富豪的避税天堂。瑞士和中国还在2015年签署一份秘密协议，瑞士会发给中国国安人员14天有效期的签证，让他们入境瑞士，办理识别中国非法移民身份与遣返的工作。瑞士还会负责中国国安人员在当地的住宿和开销。联邦移民事务秘书处表示，和中国签署这一协议以来，只执行过1次遣返行动，是2016年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士时遣返了13人，包括4名寻求庇护的人士。既然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就可以捉拿外逃探员，瑞士和中国2015年秘密签订这项允许中国国安人员赴瑞士调查与执行遣返任务的重点对象究竟是哪些人？瑞士政府究竟和中国还签了哪些秘密协定？难道瑞士公众无权过问等问题引人生疑。永久中立国瑞士不但拥有最能保密的银行体系，金融服务业一直是世界各地富豪的天堂。中国高官藏富于瑞士的规模有多大，一直受关注。维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的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
有2/3是中央级官员。